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次世代基因定序，会当加速度来确定着癌症患者治疗的方向。健保署来宣布，明年要甲11种癌症的基因定序纳入着健保。但是大肠癌是上侪人去做体检，嘛是上侪人得着的癌症。外界质疑，为什么无甲大肠癌的基因定序纳入着健保呢？民众伫咧癌症体检柜台，真要听说明，慢领检一次体。国健署统计，上升台湾10大癌症发生人数，肺癌坐过大肠癌排第一，第3名是女性淋癌，再来是肝癌和口腔癌。为着达到精准医疗，减轻民众负担，未来健保给付癌症次世代基因定序。传统的 PCR 的方式没有办法验。它一定要用到次世代的基因定序的方式，扩充给付这一些有这个标靶药物对应的这个基因的检测位点。预计上紧明年9号，健保署嘛公布头一波60个癌症种类，包括非小细胞肺癌、3阴性淋癌、2灶癌等等，拢总在种癌症基因定序纳入健保。只不过2020年大肠癌个案比我17000人，去年大肠癌体检量男性49万起，女性70万起，就要120万人。明明得癌的患者和体检的人数多，现在无妨纳入去健保的名单。目前对应的是单位点，那么可以不用这个 NGS， 就是用次世代的方式，用 PCR 的方式就可以做了。我们癌症不可能只有单一个位点啊，每个变异，你看有人打一个癌症，它还是会有一些。突变啊！如果没有健保给付，你想一个病人1个月大概6万块，要做18个疗程，大概1年100多万，再加上基因的检测，可能150万，1年跑不掉。就算健保署无搞会打针案，不过医界赶快呼吁将这项体检的技术纳入健保，才能减轻民众负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